好，我这里是劳工局，然后我一天大概接的纾困量大概是纾困电话的话，大概是20到30通。那通常问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劳工的贷款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无一定雇主跟自己作业者的生活补贴的问题。喂，可能是纾困办公室，你好。那目前就是有分2块，一块是贷款部分，另一块是有投保在职业工会可以申请的生活补贴。我们这个纾困专线办公室呢，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成立。那原本呢，我们总共呢大概一天呢，大概是800多通左右的电话。那后来因为民众对于纾困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一天平均都大概在1200通到1500通。那当然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一天2200多通。市长呢就是体恤我们的市民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纾困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询问，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设了20条线，然后来服务民众。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全国进入3级防疫警戒，商家、劳工都面临暂时停业、停工或收入减少的情形。台南市政府推出安心就业、安心上工等措施，更成立纾困办公室提供咨询。另外，经发局还推出 Line@ 纾困小帮手，提供即时服务，希望在疫情艰困的时候，尽可能协助市民朋友渡过难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为了防疫，大家一起在努力。那因为这个防疫措施或者是这个警戒的措施，其实就像要进去一个房间，要屏住呼吸一样。所以不管是工商业，或者是各行各业，一般或者是餐饮业，或是观旅业，基本上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所以必要的纾困措施是很重要。纾困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次的纾困，成立了纾困专案办公室。那不仅有专线来从事这个纾困的服务，而且有这个相关的措施，我们还会主动出击。那去年的纾困措施，台南市办理的相当好。我们今年虽然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遇到了3级防疫警戒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纾困专案办公室，来为不管是劳工还是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6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赶快先来关心市议会定期会。议员吕维印伫市政总咨询一开始就先献花，表达对台南市防疫工作的肯定，接续对着台南市的青年相关政策甲权益。议员希望市府会当亲像高雄、桃园同款，将台南青年事务委员会升级成为青年局。伫咧7月26号，市政总咨询当时嘛是疫情3级警戒的最后一天，市议员吕维印伫咧咨询的一开始，对市长佮卫生局长伫台南的防疫成绩表达肯定，而且佮特别送花予市府。降级了有真侪项目会慢慢来解封，议员呼吁市长伫咧解封了会当继续带着市府团队共同努力防疫。另外，议员针对青少年辅导相关政策，希望市府会当像桃园甲高雄同款的成立青年局。高雄针对青年创业贷款提供上长3档的利息补助，每一个月嘛邀请无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甲青年来面对面做经验的分享。针对青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嘛有真侪宣导。议员希望市府会当伫台南嘛成立青年局，
和少年人有相关的问题，会当找专门的局处协助办理。恁要安怎把这的所有的战力有才调来集中，当少年家要创业的时阵，面对的问题，可能足济，一开始创业的想法，创业的目标，创业过程当中伊的资金，创业资金摕到，创业过程遇到的困难，要安怎行销宣传，其实林林总总，我相信伊每遇到一个困难，其实相关的角色拢有，但是，伊可能唔知影要去找倒一个角色，所以这嘛望局长甲市长会当伫既有的战力之下会当来甲咱的青年事务会当有所提升所以第一个部分爱先拜托市长，伫未来你的任内会当来成立一个，甲咱的青年事务科可以升级 update， 来变成一个青年局。另外一个部分主委头我嘛有讲到其实咱城市真正无但是伫这个青创贷款的利息补贴上，咱敢有法度会当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补助。以往你所讲的，对着咱的青年事务这个青年的这个帮忙要加大、加深、加广。这部分咱一定会当尽量来互你看到成绩就是讲每一年咱用于青年的服务的项目，或者是投入的金额，一定愈来愈多。另外，青年事务委员会我们也会让它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化，慢慢朝向这未来我不敢讲哪一年慢慢朝向它更的强，未来也许还是委员会的形式，但是它变成一个行政机关或者是它变成一个局的这个方式，我们反正在那个终端，我是慢慢往那个方向走。议员提到每一档有超过200万的游客来安平观光，议员建议甲安平的新旧部落用跨港人行景观桥来连接，对立默娘公园到油气码头环港步道来兴建强化玻璃透光的大桥，予游客行。除了会用完成安平观光的新景点以外，嘛会当解决每到假日大量的车辆进入去旧部落的问题。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虽然各行各业拢受到影响，不过高科技产业持续带领台湾的经济发展。议员林志典透过市政总咨询，关心南科的未来发展，不管是就业人口增加、交通甲特定区的开发，议员希望南科3期扩建会当尽紧启动。议员林志典表示，就算疫情影响台湾部分的产业，不过伫个高科技产业方面，一点嘛无停下脚步。以南科最近10年来的正成长，就业人口增加8万外，加上未来3期的开发，邻近5区的人口将超过23万人。对此要求3期的扩建，应该要加速开发的作业。伊会记当时，台积电那个伫咱有奈米、3奈米伫咱南科比较设计的时阵，迄当时发布是讲要入科，最近因有发布讲台积电有要去因桥头科学园区设厂，所以咱即个南科3，咱市政府爱全力配合紧加速开发就好，防止到时一寡好的厂商先去用抢去伫高雄，安尼对咱台南的损失就足大。原则上，由南科管理局这边主动来发起伊来腾秀，来协议架构都可以那目前这都是各个电梯的程序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开展览。就话启动会修作可能已经进行2次的专案小组，可能剩下1次大概就可以提大会。后续尽速提到内政部，赶快把这个图计划案把它定案下来。除了关心就业人口的增加，另外伫个交通方面，议员嘛建议应该提升南科甲善化火车站的升级，尤其高铁到南科的轨道运输。议员建议应该增加直达班次，减少通勤的时间。另外，伫个北地甲停车方面，因为徛伫个铁路用地属于法定的空地，无法度做收费停车场。对此，市府交通局嘛回应，会按年人工巡场以收规费的方式来纳入收费的管理。
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警戒将为27号降为2级。伫经过2个多月抗疫防疫，议员陈嘉欣除了感谢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苦，也为摊商夜市甲绿色族群请命，希望伫中央纾困以外，市府也当提供补助，真正帮助绿色族群的生活。议员郑家清市政总质询，首先来感谢市府团队2个月来防疫辛苦，予台湾3级警戒对27号开始来降为2级。不过，伫咧疫苗的分配，议员嘛希望除了按照人口比例，嘛要注意年龄的分布，尤其是看到各有疫苗都要过期，议员嘛感觉真离谱。电话的通知嘛，简讯的通知。那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批他有去登记的，可是为什么是第二批的先打，然后第一批的却没有打，造成很大的问题。结果疫苗全台都快过期了，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反映这个问题。县市，所以各县市要1个月要打完。那我们台南市并没有打不完的问题，我们都是给后面的剩一点点的莫德纳是给孕妇保障孕妇，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的第2剂，所以在这一周都会打完。除了疫苗注射的问题，另外议员嘛关心绿色族群的纾困甲补助，尤其是一寡真正的绿色，甚至是边缘人。议员希望除了中央纾困，地方政府嘛应该尽量来帮助渡过难关。我有提出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财政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从70岁，然后慢慢的来递补。我在这边可不可以请求市长？第一，我希望说，我们市府单位这边可不可以开一个窗口，专门来服务？如果真的65岁以上很困难的长辈老人，是不是我们可以有这个单一窗口可以来替他们解决？因为我知道我们台南市政府目前有在协助帮忙来付这个健保费真的就是很困难，有经过你们的评估。那相对的，还有很多长辈他们不晓得，不知道没安那行庆，是不是有可以开放这样的窗口？所以就是生活困难的、低收的这一类，我们台南市光是每年为这些生活比较困难的，高达3万多人。是3万多人就付了，每年为他们大概付了3亿多，所以将近3万5千人来帮忙他们付健保费。是，所以市长，你同意说愿意在我们台南市开一个窗口，专门来服务？假设说真的有遇到这个经济困难，没有办法来支付这个健保费，你愿意这样子做吗？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最后，议员嘛以补助长辈健保费的政策来甲市府讨论。议员表示，6都的部分敢若台南无这项补助。议员指出，如果若因为预算无法度对65岁以上，嘛会当考虑对70岁开始。对此，市长回应，如果若预算够的话，嘛会愿意来评估讨论。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无法度去餐厅食大餐，到餐饮业者脑筋动了真紧，推出几啊种具有餐厅招牌特色的防疫便当。结果伫疫情景气无好的大环境当中，开出红盘。今仔日的美食报马仔，都带大家来食好料的防疫便当。美食报马仔。工课无用的上班族，常常会选择食大餐，犒赏家己工课辛劳。但现在疫情期间，不止无法度出游，就连大大小小所有餐厅，全部拢无法度入去。不只好餐饮头家也会叫，就连消费者也有足食袂到美食。但想到这拢是为了防疫，大家拢甘愿忍耐。不过贸易者头壳动了紧，既然人客无法度入来，因就主动出击。设计出各种具有餐厅招牌菜色的防疫便当，一推出就得到真侪上班族美食报马仔推荐。台南就是正统的泰式料理还蛮少的，而且就是云象它的厨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太极的厨师，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是特别道地，然后菜色又很丰富，价格又平民。这间位伫咧安平区的云象泰式餐厅，因为拢是聘请泰国主厨，因所料理出来餐点不止口味正统，菜色又搁多变，所以也未到中昼10点，餐厅门口就消费者排队等着要出餐。以前来这边用餐过，不管亲戚朋友都有来过，都还不错，蛮道地的
泰国料理。因为疫情期间，现在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他希望用平价的价格，让大家呢都能够尝试到餐厅品质的便当。那我们除了说有3个打抛猪、绿咖喱、椒麻鸡、海南鸡这些比较常见的之外，那也让我们的泰国主厨开发了几个另外不一样的，像烤猪肉啊、烤鸡腿，还有它的卤猪肉，让大家来尝试一下不同的泰国餐点。另外，在东区大中路2段嘛有一间餐酒馆，因为疫情禁止内容的规定，所以嘛推出防疫便当的服务。经过消费者口耳相传，现在便当的生意嘛愈来愈好。得知他们有在卖便当，是在 FB 看到的。FB 看到，那你看他们菜色觉得怎么样？就看起来好像还蛮好吃的，就来买看看。那你觉得他们以前是这种餐酒馆啊，现在变成在卖便当这样经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觉得还不错，不然疫情期间可能餐酒馆也没有办法经营，加减就是有一点收入。因为餐饮业禁止内用的时候，尤其是居酒屋跟餐酒馆的话，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等于收入变零，所以一定要有应变措施。所以我们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应该是台南前几家推出便当的。对，然后居酒屋便当的居酒屋，然后就是转型以后，我们便当就是一直以来都是99块，然后做大台南地区的免费外送，只要订一个我们就外送。然后刚开始当然是成效不是那么好啦，但是后来就慢慢经营，然后大家口碑也不错，然后偶尔让到目前的为止的话，便当量还有在一定的量。业者发挥卡斯，将餐厅特色菜肴改变成为平价又美味的防疫便当，果然大受欢迎。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不管是倒一个料理，只要你感觉好食，欢迎伫香猪车三冠王脸书粉丝团，也或是香猪车三冠王 YT 频道，这支影片下骹留言推荐，你就有机会成为后一个美食报表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全民努力共同对抗疫情。台南市北区调解委员会全体委员也加入小婷的行列，做伙捐赠300盒的翠餡，送予弱势家庭，协助政府加强防疫资源。台南市北区调解委员会平常时热心调解，为民众化解纠纷，广受各界好评。调解委员会主席郭少林表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翠餡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面对疫情的影响，真侪行业受到冲击，对着弱势家庭的经济更是困难。为了减少因的负担，特别号召调解委员共同响应，帮助弱势，得到全体委员大力支持，采购300克的翠餡，要来送予北区的弱势家庭。今仔日伫遮吼，真感谢着咱北区的调解委员，咱所有调解委员吼，伫咱这边疫情内底，因发挥着爱心，因感觉着讲，咱这个口罩是咱一般伫咱疫情期间的民生必须要的用品，所以这边发挥着爱心来关注着咱北区咱弱势民众，咱300盒的口罩，我望讲这个口罩会来发挥着咱这个防疫的功能，而且呢，我嘛趁这个机会来感谢着咱北区调解委员会，普通时啊，就替咱北区的民众来调解纷争，减少咱去反映的机会，所以伫咧遮嘛这边甲做一个感谢，嘛望讲咱未来的调解的业务，伫咱调解委员会共同努力之下，互咱一寡要调解的案件，拢会使顺利来调解完成。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口罩是相当欠缺啦。尤其阮逐工来咧公所调解会咧办，所以说我认为啦，需要填咱北区公所啦。无论是物资各个方面都需要，所以讲要发起一个活动，就是讲招阮的委员共同参与。区长李煌新表示，台南市北区调解委员会平常时热心为民众调解，伫疫情期间，阁透过电话帮忙调解，化解民众纠纷。
现在经关进翠安协助经济弱势家庭防疫，非常感谢因的付出，也呼吁民众会当做好防疫的工作，挂翠安、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早日互疫情得到控制，赶紧回归正常的生活。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疫情，互猎人这度已经停业2个月，特别是市场猎人师傅的生活，更加是陷入困境。为了早一天互因恢复工作，市府紧急造册，提供250位市场猎人师傅来注疫苗。议员创全嘛动员职工到场服务，场面温馨。复兴区长的大型注射站陆续来了真侪市场猎人的师傅。根据卫生局统计，包括庇护工场以及无日工会协会，总共250位左右。日前透过议员创全向市府请命，优先列入注射行列。26号一透早就展开注射的作业。市长吴伟霆嘛特别到场关心，希望可以重新回到职场的时，有了疫苗的保护。事实上，因为一方面他们属于高风险，都跟密切接触身体的接触；另外一方面，他们生活上的自理比较困难的，那这样也需要人家在照顾他。那因此也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感染到 COVID-19，这高风险属于高风险族群。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让他们试打，一方面能够建立完整的保护力，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这个让他们比较能够顺利的，比如说解封之后，他们可以顺利的这个继续来从事他们的工作。对着市场者来讲，我可以就是猎人的功夫来维持生活。不过3级警戒到今，拢无法度做生意。虽然有政府的纾困，不过也是希望靠家己的双手来打拼。所以等于顺利注疫苗，24天后就打算恢复营业。所以过去扛足久的猎人眠床甲椅仔等家私，拢开始要提出来消毒整理。嘛希望政府有条件解封以后的标准，一定要简化放宽。是不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戴面罩，是说我们用口罩就可以？是。另外第二项就是说，那个宽度的范围，它是2.25公尺，是不是说我们这个范围也可以放宽，就是不用那么宽，就是说可以缩减到看在1.5公尺以内，会比较有机会来消费的时候也不会说等太久了。协进会表示，因预计8月7号，包括进驻各大病院甲店面的部分，拢会当如期恢复营业。但新闻管制采访报道。新闻再要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将转好，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